喺呢個香港政府嚟講咧，又揾咗塊地有成過百億喎，又可以搞呢個遊艇經濟喎。我相信嚟緊即係豪宅或者頂級豪宅，應該都係光明一片。尋寶遊戲而家開始㗎啦，應該。咁啊，上一集咧就好多謝 David 同我哋分析咗啲政策上嘅了解啦。咁今日可以再同大家傾下。最近我發覺就啱啱早兩日咧，香港仔有一個政府一個新嘅建議咧，就喺將個遊艇嗰個區域咧擴大，同埋可以將一笪地咧撥做一個豪宅地嘅。咁你點睇嗰個改變，同埋對於豪宅係咪有一個好大嘅優勢咧？其實呢樣嘢咧就唔係一個新事物，之前咧其實都有幾個項目咧都做過嘅，譬如話西貢嘅康湖居啦。都係類似咁嘅項目啦。另外一個就喺屯門嘅黃金海岸啦，佢都係類似咁嘅項目。咁當然喺深灣本身咧，佢都有一個遊艇會嘅。咁但係呢個遊艇會本身咧就冇得住嘅，就純粹係去出艇啊、食嘢啊、玩啊咁樣。其實呢塊地本身咧係以前嗰啲造船廠啊嗰啲地方。咁香港嚟講咧就造船業已經係差唔多式微㗎啦。咁所以咧呢塊地其實擺喺度，咁有咩做咧？咁而呢塊地有另外一個好大嘅好處咧，就係佢好緊嘅海洋公園嘅一間酒店。咁呢叫富麗敦酒店，咁呢個富麗敦酒店就信和集團屬下㗎啦。咁其實理論上呢個遊艇會同呢類嘅酒店咧係一個協同效應嚟嘅。咁當然你又可以即刻諗到啦，咁會唔會最容易諗到個買家會係類似信和呢個集團咧？咁而家回應翻你早前講嗰個情況，點解南區有啲外國人會開始買，同埋發展商而家一個黃竹坑上蓋仲有少少期數會賣啦？咁點解賣得咁好咧？其實好多人都收到風㗎啦，因為其實政府今次做香港仔呢個重建唔係今日嘅事嘅，係講緊2024年。其實係啦，特首個施政報告書已經講一個遊艇經濟，咁其實慢慢已經滲咗資料出嚟嘅，即係2-3年前已經知啲人。除咗呢一嚿地係最快之外咧，譬如紅磡佢可能會搞一個啦，另外第啲地方都會搞啦。咁但係最快就係香港仔呢一塊。呢一塊咧，我諗個市場反應會係非常之熱烈嘅，因為你從佢所謂邀標，然後入 Expression of Interest 提交興趣嗰個書咧，你發覺到咧原來已經好多間提交咗興趣，咁包括咗咩咧？當然係發展商啦，係咪？咁呢第二個就係嗰啲酒店營運嗰啲集團啦，第三個嗰啲遊艇會啦，可能深灣遊艇會基本上係嘉里集團去營運緊㗎啦。咁呢啲人一定有興趣嘅，因為對於佢嚟講係一個協同效應。其實呢個時候推呢個遊艇經濟係好啱嘅。遊艇經濟呢樣嘢咧係一個半個富人經濟嘅一個體現嚟嘅。香港嚟講真係最新嘅遊艇經濟發展咧，都要數好多年前啦。頭先講嘅西貢康湖居啦，或者係呢個黃金海岸啦，都講緊20幾30年前嘅，康湖居更加耐添啦。咁所以咧呢啲咁嘅經濟咧，再一個新嘅發展咧，呢個係最啱嘅時候。其實加上咧整個南中國比較大嘅改變就係而家開始咧啲有錢人或者中意揸遊艇嘅人咧，佢哋而家又會由越南開始揸船去到珠海、中山嚟到香港。香港再北上，可能去廈門，跟住去秦皇島，一路咁行。呢個經濟咧，其實香港作為一個中心點，因為你必經之路嚟，你由越南一路揸到日本。咁而香港仔又好啱喎，因為香港仔喺南邊嚟㗎嘛，香港嗰啲船駛入去出去咧就好方便啦。如果你揸隻船嘅話咧，你可能喺側邊買間別墅喺度住。回應翻呢個問題，點解咁多外國人或者香港人會中意買南區咧？我又翻查過啲記錄咧，其實南區而家嘅二手成交價可能講緊成3萬蚊尺以上㗎啦，係啦。咁而康湖居就2萬蚊尺㗎啦。咁而呢個屯門嘅黃金海岸就平少少啦，1萬零蚊尺咁啦。即係其實南區嘅遊艇呢一個相關嘅別墅咧，有價有市。咁如果你計翻呢條數咧，呢塊地第時可以起250個，係啦。咁咧就200個泊位，同埋咧就大概50萬尺大廈啦，裏面包括咗主要係住宅啦，一部分係商場啦。咁有冇一部分會變成屋仔咧？我相信會嘅。咁可能個維所能講緊幾廿間屋仔咁樣啦。計條數，呢塊地咧隨時過百億㗎啦又。咁所以變咗喺呢個香港政府嚟講咧，又揾咗塊地有成過百億喎，又可以搞呢個遊艇經濟喎，發展商又開心喎，因為喺呢度填滿翻一個空檔期。你南區啲業主，譬如話幾個大嘅發展啊，或者黃竹坑上蓋啲人咧，會唔會過嚟買個會籍咧？又可能會喎，因為深灣遊艇會而家會籍咧，個人會籍都係到成400幾500萬啦，你公司會籍就成600萬㗎啦。咁呢啲其實有價有市喎，你又養下艇喎，咁變咗係另一種生活咯。咁你咁多樣嘢加埋晒咧，其實你見到呢塊地咧，我相信個反應非常之熱烈，同埋有興趣發展商咧，亦都唔會少。而 David 頭先你提及到話，即係遊艇嘅相關嘅活動啊，咁以我所知咧，有啲客戶同我講就喺歐洲嚟法國南部啦，
咁另外西班牙咧，咁係歐洲嘅後花園啦。咁另外澳洲我去過，哇！遊艇會裏邊咧就好多啲別墅嘅。咁亦都你業界咧最近我聽到就你講嗰個規劃成個發展咧，咁可能個地價都要2萬蚊尺，可能起好最少都4萬蚊以上。咁我覺得呢個價錢雖然未係咁確實去落實，但係我覺得都有可為，因為附近嘅物業咧其實都係咁嘅價錢嘅，已經係南區唔止添。咁但係如果你新進豪宅，我哋喺附近嘅南區左岸啊、南灣啊、立奧圖，好最近有個新嘅景南咧，佢都係3萬至5萬蚊尺到嘅啫。咁所以呢紮嘅物業咧，其實個市場已經有個定位，二手市場新穎少10年左右嘅咧，其實都有價錢嘅。咁我相信嚟緊即係豪宅或者頂級豪宅，應該都係光明一片。尋寶遊戲而家開始嘅啦，應該。咁如果你係要買得合時嘅，亦都要買得比較適合啲咧，其實要早着先機啦。好，今日我哋傾住咁多，下集再見。